哇，夠唔夠大啊？呢度全新加推裕豐名盤11棟嘅樓王單位，首期咧20零個，月供幾千蚊就搞掂噶啦。呢個位置咧128平方，使用率超過110%嘅位置。呢度嘅話係做個陽台，做咗個封閉式嘅設計，感受下呢個廳嘅距離咧。我哋呢度咧足足有7米嘅闊度，呢個位置係一個贈送面積嚟嘅，可以睇睇呢個位置，就單單個廳地已經送咗咁大嘅空間俾你啦。再前面咧就係你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有個明窗嘅設計。呢度嘅話做咗嘅 L 型廚房，前面仲留咗個雙人嘅冰箱位。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可以作為一個飯廳去使用。平時放在6人嘅，你求其都可以放到10個到12個人嘅。我哋而家廳闊度非常之闊落，最誇張嘅係門前呢個贈送面積，入戶花園7.5平方都係贈送俾你嘅。仲有旁邊呢一個電競房，第一間房嚟嘅，作為一個電競房或者兒童房去使用都非常之闊綽噶。再入到嚟休息區咧，我哋總共咧做咗4間房去展示嘅。呢邊嘅裝修亦都係非常之靚仔，帶埋裝修俾你噶啦。嗱，呢個位置咧有個贈送面積嚟嘅，飄窗位置咧又送咗2個平方俾你。呢個係一個細房嚟嘅，呢度咧我哋嘅洗手間啦，咁再入到嚟兒童房睇睇。嗱，呢個位置亦都係贈送面積，令到成間房非常之闊落嘅，每一間房都超級誇張。再嚟到主人房㗎，呢一個贈送面積係最誇張啦，從呢個位置一直到角嗰個轉角位，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。就呢度可以放張懶人梳化，非常之舒服。實斜嘅大床咧，到頂嘅衣櫃，成場都係。最後咧嚟到你嘅私家享用嘅一個衛生間，係咪超級舒服咧？20零萬首期，月供幾千蚊就搞掂啦。有興趣嘅下方留言評論區。